为做风台的关系，半暝啊1点半左右，疑似有假雷风扫过。台东的安淑村，讲一排10户以上的房屋拢受到损伤，有的是铁皮厝顶掀掉，其中一块脆片甚至挂伫咧电线的面顶。民众即摆讲到还会喘。 伫台东大真乡安淑村的复兴路10户主体，敢若伫23号半暝1点半，予光烈风扫过，有的厝挂掀开，规片碰见，涂骹拢是红毛涂骹甲树仔枝，车库嘛着这铁皮着缀伫咧轿车顶头，部分铁皮碎片甚至飞去挂伫咧电线顶头，民众看到心惊惊。 对，其实真的是龙卷风，刚好我是在客厅，真的风一进来就一刹那就这样子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开了。啊，那时候没有风也没有雨，啊，突然就听到那个声音啊，好像那个飞机要起飞的那种声音啊。就那个什么那个玻璃吼，一直震动啊！民众惊到规暗唔敢困，天才拄光，就赶紧整理厝内，还有已经坏去的家具。啊，不过隔壁条的人家厝说是平平安安，加深是光烈风的可能。 接下来他们面临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稍早的时候呢，他们呢这边开始停电了，就连这附近的这个马路呢，都是呢没有这个电号志灯的。 去用催化号志无法度用，佮加上风台外围环流带来雨水，互破缸的厝顶直直积水，好甲在这场熊熊来的灾害无造成任何人伤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